小男孩嘅希望。從前有一條溫暖嘅小村莊，入面住咗一個叫小明嘅男仔。雖然佢嘅屋企唔算富裕，但小明總係面帶微笑迎接每日嘅挑戰。某一日，小明坐喺村入面嘅廣場，睇住其他小朋友玩緊。點解我唔可以好似佢哋一樣有咁多玩具玩？呢個時候，一個老婆婆行咗過嚟，坐咗喺小明隔籬。小朋友，你喺度諗緊乜嘢啊？我唔似其他小朋友咁有咁多玩具玩，我覺得我好唔幸運啊！幸運唔係你擁有幾多玩具，而係你心中嘅希望，知道嗎？即使生活困難，耶穌總會喺你身邊俾力量你嘅。耶穌會點樣俾力量我啊？耶穌將希望之光帶俾我哋，教我哋如何去愛自己同其他人。當你心中有光，就唔會再感到孤單㗎喇。喺老婆婆嘅鼓勵下，小明決定嘗試改變自己。每日落咗堂之後，幫助村入面嘅人，幫佢哋打掃打水。但佢發現，雖然自己冇玩具，但係幫助別人嘅快樂，令佢心中充滿咗光明。某一日，一個叫阿華嘅小朋友遇到小明。小明，你點解每日都喺度做嘢，唔同我哋一齊玩嘅？我幫緊我啲鄰居啊，等佢哋生活過得好啲。你想唔想一齊嚟啊？真係可以咩？我都可以幫忙？當然可以啦，每個人都可以為其他人帶嚟希望噶嘛。於是阿華就加入咗小明嘅行列，開始善行，一齊幫助村入面嘅人。日子耐咗，大家都叫佢哋做希望之光。有一日，突然嘅一場暴風雨，村入面好多房屋都受到破壞，村民都好驚，唔知點算。小明睇到大家咁，佢就話啦：不如我哋一齊幫手重建啦！只要大家合力，一定冇問題嘅。冇錯。小明同阿華就開始幫手重建。每當有人感到絕望嘅時候，小明同阿華就會安慰佢哋：唔使擔心，耶穌會保護我哋噶。只要我哋團結一心，一定可以渡過難關嘅。村民得到小明同阿華嘅幫助都好感動，村長都嚟多謝佢哋。小朋友，你哋嘅信念同行動讓我哋感到希望，感謝你哋一直帶俾我哋光明。喺呢一路上面，我都學咗好多。我相信只要有希望，心中就會有平安。呢啲就係耶穌嘅光喺你哋生命中發揮嘅力量啦。記住，無論人生幾咁困難，心中嘅希望永遠會照亮你前行嘅路嘅。從嗰日起，小明同阿華就成為咗村入面嘅榜樣。佢哋用愛同希望感動咗每一位村民，令成條村都充滿咗溫馨嘅光芒。